兩個需求主導項目分別位於大角咀福澤街、利德街同埋深水埗黃竹街，樓齡都接近50年。由於係舊樓，呢度有好多劏房同埋天台屋，市建局就派人嚟到呢度進行人口凍結調查。市建局話會按照情況向劏房戶作特惠補償，一般3人家庭可以得到10萬蚊，同埋分派去公屋安置。有住喺度2年幾嘅劏房戶就擔心特惠金未必夠佢哋喺同區租到相約嘅劏房。市面嗰個租價就一定係揾唔翻嘅。你因為我哋係2年幾前簽嘅約，你依家喺出邊再揾翻依家咁大嘅屋嘅話，估計起碼過6000。即係喺市面再揾嘅話，一定過6000。咁你話作為市民咁，你揾個1萬幾千咁，你負擔都成6、7千個租啦，要淨係住咗要幾千蚊，咁你還要食呢？至於天台戶嘅安排，市建局就話合資格嘅天台戶會有另一套賠償準則，有天台戶就希望政府可以安排上樓。特惠金我真係冇考慮話佢俾特惠金，我會攞特惠金，我就希望佢攞層樓就係啦。今次嘅2個項目地盤面積比較細，分別係5000同埋7000平方尺，總發展成本係13億。市建局話，如果成功重建，會重建為小型住宅單位，預計提供165個單位，但係暫時就好難估計項目係咪會蝕住嚟做。我哋就算咁細個地盤，由收購去清拆，去到再起樓，其實都要即係6、7年嘅時候。咁到時真係嗰個樓價係點，其實係冇人有一個水晶球可以估到嘅。現時嘅項目樓宇地下有唔少地鋪，大角咀項目申請人招仲坤就話，商鋪係影響收購嘅決定性因素。嗰個持份者咧，主要就係喺地下嗰4個地鋪咧，佢係佔咗120%，咁即係話，如果佢哋係集體唔同意咧，即係表示所有嘅住客先係同意先係可以達到嗰個80%嘅。嗰其實好取決於地下嗰4個鋪位。至於項目最終能唔能夠重建，就要取決於有80%業主喺75日之內接受政府嘅有條件收購，同埋簽署相關嘅買賣合約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何善堯報道。